大家好，歡迎創造今次咧就係雲南嘅車站展覽啦，就係3月4月，今次3月份咧所以就知啦，就稍後就補翻㗎啦，之後就有81個地標。之後往後地標嘅位置啦，再先補翻，就喺呢度就補翻啦。之後就服務時間，之後就未通車嘅時候啦，因為就電話號碼服務車站從排學生佢就比較短，最後就調2.1個小時，2.1個小時至到1個小時頭。然後啊，咁一回台喺泰國，到呢邊台上下，然之後去上水，喺出邊就係嘅啦。即係喺上水過嚟就咁樣。上水上粉嶺站入台上客，然之後去泰和。我哋粉嶺為終點站，佢就喺粉嶺咁細咯。之後咁樣，就到位啦。列車就會到啦。真係係喎，我咁中意呢條片咧，諗星期四再，星期四就介紹上水，咁就咁啦，拜拜。